老和尚，你要是能使我数刀，我马上撤兵，绝不骚扰你这寺庙。你若不敢，马上滚开，别在这挡我们财路。施主说话可否当真呐？当然当真。施主若是说话算数，老衲别说吃你几刀，100刀1000刀，又有何惧？师父！我司弟子听着，老衲愿以一身换寺庙，换众生，这是佛祖旨意，众弟子不得违抗，凡有违抗者，开除法门。佛法无边，一切孽障无可遁形，善有善报，恶施恶果，漫漫苦海，回头是岸。不要啰嗦了，到底是受还是不受？僧无戏言，动手吧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！不要动！老衲已吃你10刀了，施主怎么还不愿意离开？走！里面财富大大的有，杀光这帮老秃驴，财宝就是我们的！给我上！上！啊！那最后怎么着啊？把你师傅救下来没有啊？我去了，但还是晚了。啊！站住！别动！阿弥陀佛，请问施主有何贵干？
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醒醒啊，师傅！师傅！你们没事吧？快，带孩子离开！谢谢师傅，快点！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阿弥陀佛。哎，看看再说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先不要过来，先不要过来！你这和尚要干什么？我的人可都是你打倒的。贫僧请将军放了这些百姓。看你没杀我的手下，本将军放你一条生路。快快滚开！百姓不走，贫僧是不会离去的。阿弥陀佛。我们准备。怎么回事？他们要杀你，我是救你，知道吗？杀！住手！上香！上香！喂，你们在这里看着我杀人了？是他们自己杀的，想看我杀人呢？我杀给你看！少侠，不能再追了，不可再上升了。大师，这些人都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，如果你不杀他们，他们就会杀我们更多的大明百姓，恕我冒犯。制止杀戮全靠教化，这样杀来杀去，何时才是个头啊？杀得他们不敢再犯我大明朝，自然也就杀到头了。冰山说的对，这些倭寇你就得杀光他们，让他们再也不能过来杀人了。你看看这些百姓，他们的亲人、父母以及孩子们都被这些倭寇给杀了。你问问他们，这些倭寇该杀不该杀？该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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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五，你们看那些人。 这不是那个在通奸镇用毒的那个人吗？你见过他？哦，这个人是严贼的手下。这个老贼果然老谋深算，竟然派他手下乔装潜伏在百姓当中。我听说张京、朱文2位大人的公子和千金也都到京城来了。他们一定会出现，看好他们，千万别让他们受伤。张大人，朱大人，老夫无能，救不了2位大人。徐大人，你不必自责。如果能以我们2人的鲜血荡涤皇上眼前的杖迷，我们就死得其所了。张大人说的没错，抗倭之事，还请徐大人转奏皇上。江浙沿海，若无张大人这般谋略胆识之人，抗倭恐怕只是一句空话呀！徐大人2位大人的话，老夫记住了。时辰已到，斩！来人，开斩！开斩了！这不开斩了，再不动手来不及了。再等一下，哎呀，等什么呀？看看还有什么诡计。一会儿还请2位料案上。这些人都不是无辜，都是该死的人。老五，你别跟我说，我可保证不了。还请徐大人奏请皇上，速请山东泰州魏国残将戚继光入浙抗倭呀！还有，江浙总督和浙江巡抚之职，一定要派贤良之士担任呐！徐大人，徐大人谨记呀！若不如此，倭寇必将猖獗，不出数年，便会危及京师啊！徐大人，张大人，朱大人，你们就放心吧，一切会有我。徐大人，拜托了！徐大人，拜托了！斩！爹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要命了？还是不要管了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的。擒住他们！徐大人，好好看戏吧，好戏还在后面。你们这是何苦啊？师兄，快带我爹跟朱伯伯走。要走一起走，谁都别想走。朱贤，动手！
跟踪你妻子。哎呀！哎，你疯爷爷给你们送礼物来了！快走！祥儿，你这是在害爹呀！爹，别再说了，再不赶快走，你就要被砍头了。娘，谢谢你2次救了我们，但是我们是皇上的臣子，虽然皇上没有以国事待我们，但是我们必须要以国事待之啊！对，我与张大人深慕皇恩，命早已是大明皇帝的了。既然君让臣死，我们是不敢不死啊！2位大人不要再布置了，快跟我们走吧。爹。姑娘的美意我们心领了，不过我们绝不会走的。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这是在救他们。皮大人不用担心，他们走不了。这咋够快的呀？喂，你是不是还嫌我的衣服不够破啊？哼，我看你是血流的不够多。挺好看的。你找死啊！
香啊！你们有多少香粉啊？啊！你个臭要饭的，我宰了你！快，你来真的，跟你逗着玩呢！下来！住手！大胆狂徒，竟敢挟持当今圣上，弓箭手何在？雕虫小技，那些弓箭手根本伤不了我，你们就不怕伤到你们皇帝老子吗？快让他们把弓箭放下！快把弓箭放下！快把剑都给我放下！放下！皇后，你疯了！皇后，你敢在天下人面前谋害皇上吗？逆贼！放下皇上！你想谋反吗？谋反？我就是一个浪子，可没那么大的野心，只是不想冤枉好人罢了。所以，今天借你们皇帝一用，马上放了2位大人和我的朋友，不然，好汉饶命啊！我让他们把剑放下，你把剑放下！让他们走，放他们走！喂，大哥，你不走啊？你们先走，我马上就来。走，快！快！走，抓住了！救驾呀！你们这群废物！大人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先救皇上！救朕！这严党不除，大明危矣呀！杨少侠算准了，倭寇一进城，一定会分散开来。是啊，这样有机会我们才能杀了他们。杨少侠，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打？我们2人一组，分头行动，但是千万不要打草惊蛇，以免他们聚在一起。让倭寇摸不到虚实，找不到我们。对，还有，你们记住，千万不要在一个地方和倭寇纠缠，这样，这偌大的一个县城，我就不相信他们的大部队能聚在一块儿。哎，我要和大哥一组。好，那向心师傅，你和若贤不用，我跟若贤一组。师兄，我们就听杨大哥的安排。妹妹姐武功高，你跟她一组。不用，我自己单干。哎，向心师傅，咱们走吧。你还是跟郭姑娘吧。若贤，你还是和铁桥一组，不然他会不高兴的。嗯，那你们大家要多注意安全。好。那你和向心师傅，你是想让我跟向心师傅照顾一下张小姐和朱公子，不要离他们太远。嗯，知道了。向心师傅，走。哎，小心。你们也小心。
大哥，别看，走了啊！好。坐啊！看我这，好东西啊！别怎么样，给我妈啊！我给钱，挺好的。呀！兄弟们，快！发财了，兄弟！什么意思啊？这么着急，想去哪儿啊？大哥，哎，你怎么样？杀了几个8的，你杀几个？自己数啊！啊？哎，你识数吗？走了。撤。师兄，若雪，赶紧走。
若仙，我掩护你，你赶紧走。不，师兄，我们死，要死在一起。若仙，好，要死，一起死。不许留活口！他们已被我废除了武功，没有必要再杀生了。走。弟兄们，把这些倭寇的尸体给我抬进去。是。咱们的人来过，按照部署，咱们是最先来的小队。报告将军，全是一击致命，招式干脆利落，怀疑是武林高手所为。是他们？还有，有些倭寇被点了睡穴，怀疑是假死。报，将军，倭寇在东边营库入网了。好，走。兄弟们，营库快抢啊！一定是杨少侠他们被倭寇发现了。或许是扮成百姓和官兵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去看看。嗯，走。快！
你就是戚继光？不错，我就是戚继光。原来他就是爹爹让我找的戚继光将军。你没跑？这是我大明的土地，要跑的应该是你们这伙强盗。我之所以留下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大明的疆土岂能容你们这些倭寇随便践踏？你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在你们大明朝，我可以随便的攻城略地，畅行无阻。那是因为我中原有几千年的文化，我们倡导和平，从不欺辱他国，不像你们这群倭寇，到处烧杀掠抢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就死无葬身之地。不杀光你们这帮倭寇，我戚继光绝不离开半步。戚继光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已立志保家卫国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。你是个好汉，我喜欢你这样的好汉。如果你归顺我，你将成为统帅4万武士的副统帅。一群强盗乌合之众，还谈什么统帅？充其量也就是个强盗头子，跟我这个副参将比起来，你就是个盗贼。戚将军说的对，这就是个小毛贼。戚将军，先前在下多有误会，得罪了，还请戚将军多多海涵。共同抗倭，保家卫国，何罪之有？用戚将军您的话来说，这儿是我们大明的土地，该滚出去的人，应该是你们这帮倭寇。我大哥说的对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封少侠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杀光。刚才那些倭寇都是你们杀的？不会吧？都杀了好几百人了，你才知道？你呀，比我还呆。戚将军，我这小兄弟说话从来都口无遮拦。哎，您别往心里去。这位方大侠快言快语，在下喜欢还来不及呢。你们不要再啰嗦了。这座城里都是我的人，你们插翅也难逃。该看看周围的人，我想应该是你吧。这儿是我们大明的土地，你这四周都是大明的子民，是你身在大明的包围之中。我劝你现在就乖乖的滚出去，免得一会儿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们大明朝的人都是胆小鬼。哎呀，大哥，别跟他废话，看我一掌拍死他。今天我跟你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求之不得。你个小毛贼，有本事你下来啊！你看你爷爷我怎么收拾你这不学好的孙子！找死！把他们都给我杀光！杨若是，这个倭寇还是让我来收拾吧。你先走，我跟大哥马上就到。
杨少侠的武功果然有独到之处。不知道九如法王能接得住在下几招呢？嘿嘿，他呀，他连半剑他都接不了。法王，这剑法是用来克敌制胜的，不是用来吹的。哼，这就对了。这剑法是在对手以为占了上风、心中暗喜之时，才可以发挥最大的功效。这个怪和尚的武功果然厉害。若这剑法用在他身上，怕是不会有什么效果。哎，美女，我们又见面了啊！谁要和你见面？看到。明军已到，赶快撤离，否则要全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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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！撤！
军已到，赶快撤离，否则要全军覆没的。让我先杀了他！你说你武功又不如我，人又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斗来斗去的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！放开我！哎，我都说了，你武功又不如我，人又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别斗了啊！喂，你打来打去就这一招，有本事你换一招。不会。哎，仙子，赶快发信号！本小姐就放你一马。哼，嘿。哦。撤，走，快！小兄弟，不要再追了，赶紧跟马兄弟会合。是，快！走，撤！大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大事，此仇必报。嘿，哎，别追了，跟大队人马会合，走。哦。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。杨大侠呢？在这儿呢。团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快走，走，走。给我上！对，站住！都给我听着，放下武器，一律免死。死与不死，全在于心。师傅的意思是，让他们肉体死，不如让他们的心死。阿弥陀佛。来人，在，把尸体带走掩埋。是。快！在下多谢二位将军。幸亏你们及时赶到。戚将军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这次是关门打狗，不过在城里还有一些散落的倭寇，要尽快消灭。戚将军，这个你就多虑了。我和马将军一到，剩下的倭寇那就是瓮中之鳖，再过几个时辰，肯定是全部俘虏。多谢二位将军。这几位是？于大人，今天要是没有这几位英雄，恐怕100个戚继光都没了。哦，杨少侠，诸位英雄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浙江总兵于大猷将军，这位是永嘉参将马天可将军。久仰2位将军大名，今日一见，在下3生有幸。这于大猷我知道，这个马什么的，我这徒弟，在下确实没什么名气，这位英雄不知道我也再自然不过了。我戚继光不是也没什么名声吗？昨天几位英雄还不是把我当了逃兵？戚将军说笑了，在下要是连您都不认识，那岂不是有眼无珠？杨少侠，还不快把这几位英雄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？都自我介绍一下。哦，我叫封盖王武，大家都叫我王武。贫僧小心。在下郭问梅。于叔叔，哎，嘿嘿嘿，我就知道今天一定能见到你们2人的。这，戚叔叔，
齐叔叔，我们一路追随您而来，这是干什么？快快请起。她是张京将军之女张若娴，在下朱铁桥，家父朱完。家父和张伯伯经常提起您，说您是抗倭大英雄。今日终于得见，原来是朱公子和张小姐，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二位大人过世以后，我也曾派人到处查找，一直没有音讯。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到了你们。刚才二位在战场上的勇猛，足以告慰二位大人的在天之灵。驻随正过，蓝浩元听令。末将在。马上回去收拾下三将府。是。于统兵，诸位英雄，今天戚继光给你们接风洗尘，请。诸位英雄，请。诸位英雄，坐。坐。各位，参将府刚刚被倭寇抢掠，另外在下又初来乍到，酒无好酒，菜无好菜，今天晚上招待不周，还望各位见谅。将军在家乡也没有好酒好菜，不一样粗茶淡饭的过日子。哎，咱们自己人吃什么都行，可是今天我们是招待各位英雄，实在是惭愧呀。将军，你这么说太客气了，我等都是山野粗人，吃什么喝什么都无所谓，关键只要填饱肚子就行。我大哥说的没错，我们吃什么都一样，反正吃进去的时候是香的，这出来的时候全是臭的。风少侠说的对呀，我们军旅之中就缺少你这种快言快语之人。你们要是听到我们军师是怎么说话的，你们就会知道，这风少侠的话可是文雅的很呐。算你有眼光，我疯子反正平时就这么说话，我觉得特别好啊啊！冯弟，几位英雄，不知道你们下面有什么打算？是继续留在浙江呢，还是另有去处？我们呢是为了杀倭寇，哪儿有倭寇我们就去哪儿，没什么打算。将军，这一点，我封地说的不错。接下来，我们的确没有什么打算。各位英雄，我倒是有个想法，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听听？将军请说。我来到浙江时日不长，可是也做了一些调查。我大明军队战斗力薄弱，将不思战，兵无斗志，军纪涣散，犹如一盘散沙。以这样的军队，要想战胜倭寇，那实在是难上加难呐。这一点，在下已经看出来了。我等刚才也看到了倭寇自杀的场面，不知道诸位有何感想？倭寇之所以能够占领我疆土，纵容沿海几百年不灭，其不怕死之精神，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。戚将军所言甚是。因此，我们要唤起大明军队的斗志，建立他们拳拳报国之心，整顿军纪，锻炼军队的战斗力，建立一支无坚不摧的铁军，这样才能够把倭寇赶出去，还我疆土的完整。你可别吹牛，就你手底下那几个鸟兵啊，欺负老百姓是这个，真见了倭寇，一个个跑得比兔子都快。风少侠骂得对，所以在下才立志要建立一支铁军。对，这的确是当务之急。可是在下
亲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此话怎讲？不瞒各位英雄，我军中可用之才甚少。然祝正蓝3位将军是从山东跟我一起来的，除了这3位将军之外，其他的将军千户、百户，均为浙江旧部，积习已深，伟大难调。自己本身就没有战斗力，怎么可能锻炼出一支好的军队呢？这一点，恐怕是张小姐、朱公子再清楚不过了。齐将军所言极是。当年家父之所以对倭寇迟迟无所作为，就是因为将无可用之将，兵无可用之兵。王将军大捷，还是于大猷将军率领了绝对强的兵力，再加上家父用计诱敌，这才歼灭了3000倭寇，是多么不容易啊！即便如此，要不是家父围追堵截那些逃兵，早就让倭寇他们突围了。这件事情我早有耳闻。可是2位大人驾鹤西去，新上任的两江总督胡宗宪胡大人虽然也立志抗倭，可是就像刚才说的，将无可用之将，兵无可用之兵，要想肃清江浙的倭寇，谈何容易啊！戚将军，接下来有何打算？这正是在下想说的。在下想请诸位英雄留在我军中，帮我整顿军纪，锤炼军队的战斗力。如果诸位英雄愿意的话，那我立即报请朝廷，给各位加以官职。如若能得到各位英雄的帮助，那我建立一支铁军的愿望，可就能实现了。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杨少侠，何出此言呢？天纵哥，咱们来这里不就是为了打倭寇吗？多谢将军抬爱，但是在下一个人自由自在惯了，就像闲云野鹤一般，不受约束。像我等这种粗人，进了将军的军营，不但没有统领治军之才，反而会给将军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哎，闲云野鹤又如何呀？我可以给诸位英雄特例，免去你们的陈规旧俗。哎，不，将军这样做着实不妥。总不见得为我们几个粗人破了军规吧？可是老夫求才若渴呀。别人是否接受将军的邀请，在下不敢说，但在下已经习惯自由。这样吧，将军若是今后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在下必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哎呀，我大哥不干，我也不干。我封盖老五想参军，我早就当了，我可不当。你个疯子，又不是求你。姓杨的，别不识好歹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们戚将军什么时候这样求过人？蓝将军，不得放肆！退下。杨少侠，蓝将军心直口快，还请杨少侠海涵呐。哎，将军言重了。其实蓝将军说的一点没错，在下的确是不识抬举。杨少侠，请坐。各位，请喝茶，请。